作者千 DJX。故事夢幻島千版0.1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25集。關於分身，如果沒有脫離種主身神數管理，關於分身是不能升維度的。你們分身的維度存在在哪個維度是什麼維度就是什麼維度。當然分身和他的妻子生的子女正常情況是健康，將來考神學等級制分身生的子女是單一世，所以可以考神學等級制是沒有問題的。分身子女的分身是不能考神學等級制的，因為情況和分身一樣，子女的分身結婚生子女是沒有問題。總括問題出自你們，所有分身不脫離種主身的神數管轄，就不會出現分身和他妻子生出子女智障兒童。你們分身當有錢可以購買夢幻島創造神機，享受到機，你分身可以聘請有牌照的夢幻島設計師幫你們設計主所，所以不一定要去投胎輪迴轉世。關於分身在哪個維度，分身就在哪個維度。分身想升維度必須投胎轉世，但如果分身的子女是單一世，正常情況是可以維度升遷，也可以考神學等級制。以上資料來自創造神界皇宮醫院和 SO 集團農業的創造神界醫學報告。